那爱讲东京的日本的心脏，这京都就是日本的灵魂，也在超过1600年历史的古都，千年高铁已经一幕春季飞凤的见证。京都的魅力无奈的比得，这2年还佮连续的全球10大轻口旅行城市的评比度大挑名。伊到底有乜个魅力呢？想到当年超过5000万人次的观光客来到这里，也摆就天天做饭，靠落去拜访京都的客家乡亲，看一下也在古都的千年风华。钟汉，逸轩吗？对，你好，我是钟汉。你好，初次见面，你好。哇，你跟我约在这个地方，我刚刚从那边走过来啊，一路走来，我想说，我好像在日本拍片一样，一路走过来都是那种很古时候的建筑，很有日本的风味。没错，这些很古老的这些建筑呢，我们叫做町屋町屋。哦，町屋对，这些都是从江户时代开始就有的建筑物。功夫石推，差不多有几多年呢？对，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这样子。几百年哦，真的。哇，工作男刚刚喊过了，真的是像经过时光隧道一样，是几百年的房子。对啊，所以这也是我非常喜欢京都这个地方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还保有非常古老的一个京都的文化在这样。哦，就是因为按你就然后你就地鸦片了。对啊，就想要让你也体验看看这样子日本的，就是这么古老的房子啊，然后还有这边的，就是一般你去日本玩的时候没有办法体验到的地方。这一区的房子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町屋吗？这一区域的话，就是怎么说，就是像这样子的町屋。那京都有一个町家保存委员会，那因为有他们的管理，然后所以这边这一个区域才可以把这些老房子保存得这么好。哦，因为在管理委员会，所以这边虽然已经有你说已经几百年的历史，对啊，从江户时代就开始留存下来了。不过呢，压宽过去哦，好像其实看到蛮多的商店，就卖冰的啊，卖散服的啊。很有你黑的鸦片吗？以前这一区它就是所谓的传统的花街，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纸园区。艺伎跟舞伎他们在工作的地方是纸园这一区，也就是你刚刚看到的这些老房子。郭总奶有可能讲鸦片印之后，可能就碰到一个艺伎或者你的舞伎。没错，但是真的是那个机会就是千载难逢。那所以你看到这么多观光客，有时候他们可能也是在等艺伎出现。爱读到林阿妹，也系屯府高桥当出门做生嘅日期。出题是有耐心，还较是有运势。不过，就算喺20条来去拜访，绝对唔会失望。也在对12世纪天天百般神杀参拜嘅人潮，悄悄嘅发展起来嘅闹热节气，系京都特有嘅文化补充。嗰条花季嘅风雅轻佻，留神秘魅力，还可以俾人撩到无上准。知道第二批省包应该是蛮有文化气息的哦。跟你用是现在会过来偷熟的时间，因为我们选都东京这片较封边啊，因为现都京都鸦片哦。当然跟东京比起来的话，京都确实没有这么方便。但是因为我来京都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边天空很开阔，跟台北比起来，就会觉得舒服多了。然后台北应该说台湾一整天都跟夏天，就是都是夏天的感觉，很热。可是就是日本京都四季分明。那虽然说现在是夏天，看起来都是绿色的，可是其实这边春天的时候樱花是开整片的，非常美丽。鬼片内全部都是樱花哦，没错。那颜色就完全不一样的色调，是完全都是粉色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春天是粉色系的，夏天是绿色的，秋天因为枫叶就是红的。那冬天虽然就是枯枝有点苍凉，但是有时候下雪的时候是整片白色，也非常美丽。哇，所以我听你这样讲，好像这一片我现在看到的景色，春夏秋冬可能不是用冷热来分，是用花的颜色，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是用景色来看的。不过东京看不到这样子吗？东京当然也可以，但可能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就是比较缓慢的步调。所以当初在选择留学的地方的时候，我觉得我都生活在很繁忙的大城市，那既然要再一次学习，不如选择一个就是让我能够比较自在生活的地方。京都的漫画吃菜，我以前看到就中意。迄啲5年嘅期，迄对台北来嘅客家乡亲，是伫家炮中心做沙工，看清嘅十飞百态。元旦打算歇困一下，没想到伫京都，杀见天嘅期，以神人嘅风向老职业，丫头沙飞福利嘅准博士，佢讲难得人都要来拜访，为带我用无强嘅方式来体验。这间是在京都已经创业250年的和果子店啊。
250年。对啊，在京都没有100年不叫老店。哦，250年，对台湾好像没有几间店有这么老的资格哎。对啊，所以啊，今天一定要来这边看看，因为在京都一定要体验的事情，像去参观神社，然后还有和服体验，那再来就是亲手做和果子。哦，算是京都3宝之一就对了。对啊哦，那给你哦很有口福哦，可以来吃一下京都的算经典的东西。哎呀，想吃没有那么容易，要自己亲手做才有意义。我自己做，当然啊，我自己做好吃吗？啊，有师傅可以带，不用担心啦。哦，大来坤。好。那廖正兄讲哦，高楼鸦片都在吃到很经典的和果子。我想到逸轩讲哪在去亚洲，我讲没关系啊，你可能来散步就抵哦。我现在就日本所称的职人，知道吗？我们自己做自己吃。没错，这是我们今天所请到的师傅，叫做居井先生。哦，先生，こんにちは。私はオです。私も有です。哦，空玉是一个经验非常老道的和果子师没傅。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お菓子っていうのはね。はい。所谓的和果子呢，其实跟季节是最有关系的东西。哦，跟季节有关系啊。没错。它的材料是什么样的东西？是因为材料的关系吗？材料的话，大部分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会因为所谓的季节，然后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不同的风景，然后它的外貌还有它的造型会有一些改变。基本上做和果子的材料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五谷，就是所谓比如说像米啊、麦啊、红豆啊这一些谷类，是基本上做和果子的材料。都是很天然的食材。没错。它和果子会不会加一些化学的东西？那因为所谓和果子，它就是一个从自然带来的一个食物所做成的食物，所以基本上所有的材料都不会用到化学的色素。哦，连我们所看到这些颜色，都是由一些食材去调配而成。是去日本首都的京都，因为家家而为皇室贵族、私宴，也系祭奠仪式、准备生日。故说奥卡西文化东丰富，其中奥卡西又系茶啡蛋糕。做唔得介绍嘅创优食品，故说日本茶头嘅发达，未带动了奥卡西嘅发展。天天观光嘅好光景，伫京都有众多嘅路点，提供像安尼9人座嘅课程，听出国外嘅人认识日本嘅传统文化。くぼんでるとこ。奇怪啊，做迄个因为我很简单，平常做了董胸法，那做了董胸很像肥皂，颜色也都不一样啊，这边毛汹涌哦。但老师说我们做的很好。もうちょっとね。某兄都吃一张和果子，很麻烦。要花这么多时间。其实哦，如果我们不要去管这些外表，其他这些馅料我们可以直接就吃了。你光逆步你就会跟我要做的漂亮，要做的漂亮。OK， 再修正一下，啊，你们看穷了哈。比较像一点点，这还没完成啊！还有，ご存知ですか？知道什么叫做福子花吗？福子花是平山花吗？不是，一个叫做福子的花。如果不知道这个花长怎样的话，就其实很难把它做得很漂亮。所以说，做和果子的就是师傅的话，一定要懂得花，一定要懂得花，才有办法做得漂亮。现在要做花蕊的部分。花蕊，哎，要给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是那个马，这个材质是马的毛，用马的毛做的网子。对。哎，炸出来以后就一根一根的。所以就像花蕊的部分，就是用这个做出来的。细细的乌卡西做起来比面上的麻烦多多，比起扣米老鸭的球形球边，好看上像长起几个金发。不过为了弄适度的米好观念，表现的成品档，无好功夫还真经没办法做。吉江师傅讲，一下做一只乌卡西，平均不是30秒。今米难得来到宝山，用到的大空树做起喏，听说会好好甜点师傅，佮大好几用诶。紫を上にしてもらって、把紫色的朝上，紫色是花瓣的颜色，绿色是叶子的颜色。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紫阳花。然后因为手掌的结构这边是比较低的，如果用这边低的地方压的话，会粘在手上，所以要用这一侧。男生的话是可以直接施力的，那因为女生力气比较小，所以有时候会站起来才压，所以把它压到没有为止。如果还有剩的话，再把它压平。蹦蹦蹦。私は一番簡単。
老实说，这个是对他来讲最简单的一个和果子，做的为什么最快的。为什么？この周りにね、これつけていく。老实说，这个对他来讲虽然简单，可是其实大家做起来是最难的一种和果子，所以是简单还是难？对老师来讲就是简单的，但对我们来讲可能是非常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要放在上面的时候，这个东西放在上面的时候，虽然它完成品是花瓣很漂亮，但是吃的时候其实通常是用牙签，以这个大概这么短的牙签，用它分成4等份在吃的。那你在分的时候，这些花瓣就会掉下去，所以要把它弄得漂亮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最后要做起来就是把它填满就对了，看不到线为止。剩下来的也是把它这些花瓣拧掉的话，就是再把它用掉，不要浪费所有的材料。这是什么东西？寒天。寒天哦。对。因为现在是梅雨季，那紫阳花是梅雨季的花，那为了要表示它是雨滴，所以放寒天上去，表现它是。它还会就这个季节来做什么样的甜点？没错，这是和果子的精神。和果子的精神就是用不同的季节做不一样的东西吗？其实和果子它就是在代表着一个跟京都人、跟日本人的生活是一个很接近的东西。怎么说呢？因为通常和果子表现出来，通常是用花或者是用当季的食材来表现的东西。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是6月，6月是梅雨季。那梅雨季的花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紫阳花。梅雨季的话是紫阳花，那如果是7、8月份的时候换一个季节，比如说像春天我们知道就是樱花，就会看到樱花的和果子。真的。秋天的时候就会有枫叶。那如果我现在想要吃那个樱花的和果子，可能就是对不起，你要等，可能看不到，对。要你分哦。没错，京都人的生活就是跟着季节是息息相关的。逸轩，你问一下师傅哦，因为有公家的和果子啊，它主要都是以花为主题啊。看起来都对哈，做得很不错。这个叫做紫阳花。紫阳花，没错，好听。真的有香香甜甜的味道，香香甜甜，天然食材。如何？我的五感，逸轩，你问一下师傅哦，因为有公家的和果子啊，它主要都是以花为主题啊。綺麗でしょ？確かに，因为花很漂亮。私はお菓子作るだけが職人やないんですよ。所以对老师刚才讲的就是说，要当一个和果子的师傅，除了就是要会做，因为对他来讲，做这些东西的人就只是做和果子的人，他并对，应该对工匠，就不是所谓的真的厉害的师傅。真的厉害的师傅的话，他除了要懂像我们刚才讲的花长什么样子之外，他还要懂得茶道还要懂得和歌。和歌就是我们有听过百人一首嘛？从古时候传下来的，就是像我们讲的唐诗、宋词那一类的东西，对，也要懂得所谓的百人一首这样子的和歌。所以说，什么东西都要懂，什么日本传统的话，所有都要懂之下，然后才有办法当做和果子的师傅。从古以来所传下来的文化，全部都包含在这个和果子里。那周退以后，我是觉得我感觉到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那第一个我用的粥或形状要怎么捏会很漂亮。不过我的功法没有练习过，像师傅大概练了多少年的时间？いや、私もお菓子の道入って半世紀言うてました。老师刚才就是也有提到，就是说他做这个和果子呢，已经将近50年的时间。50年？先生今おいくつですか？企業秘密。我想问老师的年纪，他不告诉我，他说是商业机密。竟然问师傅，普通爱好几多年，早都得出师呢？师傅稍老还讲，爱好学较实，是好唔清嘅，唔但像係果子嘅做法，還係四季味好，還有加拉火、空間，同快速料理也條項目要去研究。就算已經落成好多嘅半世紀，亦還係唔敢講自家出師嘅。安尼對呢件事情研究到底，那想就係日本各行各業嘅小群人受到尊敬嘅原因。安尼嘅精神，咪變做咧撐起日本嘅亮點。我自己認為第一次做這樣可能還算 OK 啦，不過還是要請專業的人來說一下。我們請老師來。這個何點と思いますか？
ですね。まあ私らにすると70点ぐらい。有70分呢，哎呦，蛮高的分数こ。れはいいんですけれど、こちらの方がちょっと商品になってないんです。福子花做的还算不错，但是紫阳花部分就有一点卖相不太好，这样，所以只有没关系70分。我就是注重吃的方面，注重吃材料是老师准备，我相信一定还是很好吃没错。你们来第一拜七嘎粥要给啊，我觉得。一个点心，其实像台湾，我们可能吃一个包子或吃什么，它不会说好像这么讲究它的外形，或是说我的小细节全部做得很漂亮这样。确实，跟史贡就做吃个东西，就是吃而已，为什么要做得这么的漂亮，讲究这么多的美学？このね、京菓子っていうのは、先ほどおっしゃってて五感で食べる。五感ね、五感，目で見ます。首先是用眼睛去看它，眼睛，哎，很漂亮。色啊，如果是用まず目。很强烈的颜色去做的话，基本上看起来就不是这么好吃。所以我们要注重一下外观它的颜色，还有这个点心的名字也要考虑。为什么名字也要考虑？就是能够好好的联想到它，就是让你在脑中有一个印象中，我现在要吃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通常听到名字的时候，你就会大概想象出它会什么样的东西。你的感官可能会放大一点。所以这时候可能就是耳朵听，然后眼睛看，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具象出来。对。次は匂い。然后再来就是香味，通常我们就会闻到香香的，比如说像红豆的香味，然后或者是像这些点心麻糬，它刚好蒸好的那些糯米的香味。目で見て耳で。所以所谓的五感呢，就是我们从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鼻子去闻，然后最后嘴巴吃进去之后，然后去感受它，去感受这一个点心。像一般我们来讲的话，所谓是眼、耳、鼻、舌、肤。我们其实肤的话，我们一般可能会理解到是，比如说皮肤这样，但是其实它就是所谓的用全身去感受它，让它感受到在你整个身体里面的流动，然后去感受到这个点心。哦，没有想到一个小小核果子有这么大的能量，你全身的感官都已经流通了。没错。第二部分嘅成分度，乌卡西系唔同嘅综合艺术，其中茶土用嘅乌卡西，土地会用一张好听嘅名嘅，还会有卡美，伊可能系对佛国。文学也係季節性嘅詞彙也掉落嘅，條擺係講做一啲茶室蛋糕，講出卡美曉背嘅意境，就係豪門動爆嘅表現。認真條擺單單係男性接觸茶多，故所啲功夫時代，男性懂得嘅食甜，是係有高勇嘅證明哦。好嘞，公安救嘞，我們做的東西真的要來品嘗一下。其實哦，我還是有點捨不得切下去，你知道嗎？很難下手，真的很漂亮。好，先試一袋哦。哦，這樣有沒有像花朵？有嗎？還是哦。これ哦。いただきます。啊，いただきます。如何？我的五感，哦，我们感到很幸福，非常的通体舒畅。而且这是夏季的东西，所以吃起来有特别凉爽的感觉。没错。好，先生，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気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いません、申し訳なかった。你平常真的懂理会哦。你讲，刚刚就讲ありがとう。啊，你ありがとう会不会很干嘛该？啊，我刚刚讲的是お気にありがとう。お気に嘛该意思？お気に所谓的お気に呢，它就其实在京都腔的谢谢的意思。啊，京都腔？对，某腔用哦。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分别啊？因为其实日文我们通常在讲的叫做标准语，其实是东京那一边在讲的。关东地区。对，关东地区，对，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关东地区东京的腔调是我们所谓在讲的日文。那在关西地区，比如说像京都、大阪、神户，他们其实各地都有各自的方言，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是在关西这个地区常常用的讲的谢谢这句话的方式，叫做お気に。学到了，就是ありがとう。お気に。お気に。对。所以京都腔就算是关西腔。其实不是，京都人不是。对，通常京都人如果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你现在讲的是关西腔嘛，他们会非常刻意的去订正我讲的是京都腔。懂吗？京都就是在关西啊，所以就是关西腔啊。对，这就像我刚才也讲到一样，他们对于身为京都人是有他的一份骄傲在的，所以他们会特别的提醒对方，我现在讲的是京都腔，我现在吃的是金果子。你讲到他骄傲的时候，他会觉得说，那别的地区的人我可能比较
看不起，比较看不起嘛。不至于到看不起，但是确实，如果你想要融入京都人的生活的话，确实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古总，你压5年拉嘛，够了吗？5年我觉得真的还是太少了，还太少啊。你真的在身边是京都府、京都市，就是长在京都、生在京都的朋友，其实没有这么多，就真的是一只手可以数得出来的数量。跟你去搞赌多蛮该事情，有碰到什么样的例子？你觉得说，真的怎么那样打不进去？就是我们在京都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有被邀请到去京都的人家里面做客的话，就真的是一件你已经融入京都人社会的事情。但是我到现在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还没，可能他跟你的距离还没有到，他觉得可以让你到家里面的程度。真的对，那像京都人通常就算请客人到家里面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就是不会做自己一般所谓的家庭料理来招待客人，他们反而会觉得招待家庭料理是一件很失礼的事情，所以他们都会叫外送。习惯不太一样。习惯不太一样，所以其实，在京都的外送文化其实也还蛮发达的。日本是东松市佛海的民族，每只沙味有一种不是多讲，大家就会知的历史。其中京都人的道理涵盖日本大体意见，故说为伫在冬天人相处时节的上归节。老人讲的日本式理解，就係所有外國人用你當地嘅親態寵愛，未係以前見啲嘅好嘅學生嘅身份，行下本嘅啲老社會接軌當中，多了一些彈性和包容，也恩先天天以前拜訪關係有名嘅同志沙太后。恩先，你要挺好到懂这篇呢，你的日本偷俗。不过这间学校怎么感觉不是在日本，在欧洲啊？因为我们学校的创办人新岛乡，他是从国外从美国学成归国的，所以那个时候在明治初期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算是当时就是第一批学成归国的日本人。那时候也会把比较国外的风气带回来。不过要给后告会算是基督教的吗？因为我看到那边还有教堂啊。对，因为他本身其实就是到了美国之后，然后他其实就是变成了基督徒。那当初他也是在美国学习所谓的神学。对，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学校在创校的时候所创的第一个是神学院，然后第二个其实是英文系。挑拜引进西式教育嘅同志沙太后，係京都對傳統航向現代嘅代表之一。啲有心嘅人打拼下，開明西化嘅教風。帶領日本航向無疆嘅歷史篇章，本古都有了現代性，行加宗教自由、人情解放嘅時代意義，老祖饕餮、慶應，本人看作日本生態清好嘅實力學校。一般來講，我們來日本念書的話，要麼就是學醫學嘛，不然就是學科學嘛，甚至於說我們有些會欣賞東方的美學。怎麼會想要來念社服啊？真的沒有聽過，還念到博士。睡不好，然後失眠。对啊，所以其實某種程度上，當初也是為了想要把自己的身體狀況調回來，所以就先選擇離職。而且你們在異鄉，如果沒有人照顧你們，他也覺得對啊，所以他真的覺得我們就是像他的就是兒子女兒這樣子一樣。一般來講，我們來日本念書的話，要麼就是學醫學嘛，不然就是學科學嘛，甚至於說我們有些會欣賞東方的美學。怎麼會想要來念社服啊？真的沒有聽過，還念到博士。但是其實因為會選擇社服的話，是因為我本身大學也念社服，然後我的工作也是社服。那當初其實工作休息一段時間，想要繼續進修的時候，怎麼想來想去，還是想要念社服。工作一段時間以後想休息。对，要念書還是選擇社服？沒錯，而且日本的社服其實在亞洲國家來說算是先進的國家，那結構也比較相近，所以你在思考一些政策跟一些社服相關的東西的時候，會覺得它比較貼近台灣的一個結構的狀態。可是，一般來說，我們想要念書的話，都是想要找更好的工作。那給用時，你的腿完就有一個蠻穩定的工作，怎麼突然想要休息呢？哦，這個話就長了，就是可能會扯到一些社服體制相關的事情。你有講哦？當初其實我是在公部門上班，對，那公部門的話，其實比較多是會比較遵從一些政府那邊的一些提案，
那所以当初我们会比较受到的压力，可能是上面长官给我们东西，我们就必须要去立刻去进行。那个时候可能就怎么讲，跟我们在服务的个案群上面会有一些比较不相吻合的地方，所以基本上就真的是以个案为中心在做一些考量。那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心思去思考这些新的政策，那就只能照做，因为尽量不要影响到我们当下的工作。顾总，你做这条路是有一点像，您可以讲心力交瘁吗？心力交瘁，做到想要休息了。其实算，因为我以前的单位其实是家暴中心。那家暴中心你看到的可能就是家庭暴力、儿童虐待，然后性侵害、性交易这些比较一般人不会去接触到的一些场景，或是听到一些比较真的是比较黑暗的一些故事的时候，你的心理上会有某种程度上的负担。那你除了要去救小朋友之外，你还要去协助他们的家长，也就是我们要跟加害人工作。对，那其实那时候冲突其实是有的。那心理压力不会很大？心理压力很大，睡不好，睡不好，吃不好，然后失眠。对啊，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当初也是为了想要把自己的身体状况调回来，所以就先选择离职。因为是亲身做社工，对社工人员面对的困境有完全的了解。除了做个运用，是面对社会的黑暗面，内心是有调试之外，面对伫家伙人的强的威胁，还有施暴的危险，还较唔是讲。看到按多年来，相关单位冇办法落实整合，还冇3万人的业绩，劳动到体制的缺点，还甲加深的意见，想要了解其他国家的社福制度体内，希望做得阮社工人员重新重振对社会服务的热情和尊严。那既然都已经选择离职，你也看到可能在职场上有一些负能量非常大，那怎么会思考过后决定要出来进修，还是在选择社福嘞？我觉得其实那时候其实蛮挣扎的，就是到底要不要再继续往这条路走。但是回想过去3年的工作经验的时候，你想到其实还是那些小朋友，还是会想要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那时候就是偶然看到日本的就是社福的环境，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些政策，我觉得是有一些部分是台湾可以学习的。对，还是希望可以帮帮他们的，对。对啊，最初的出发点其实还是想要帮忙那些个案，帮忙那些就是现在环境状况不是很好的人。那当然也想要协助现场的社工在工作上能够更顺利，然后有其他不同单位的人帮忙这样。那你刚刚也提到，就那日本政策，你相对来讲是比较完善的。你觉得他们最主要跟台湾最大的精神上的差异是什么？我觉得来这边念书念这么久，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去着重的就是社区。社区。他们非常着重一个邻里互相帮助的感觉，所以他们在每一个社区的点都会有不同领域的不同协助的一些社福机构，然后他们可以在一个社区里面完整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有身障者，我今天有高龄、有老人家、有小孩、有家庭需要帮忙的时候，整个社区它都有那些资源，一起动起来。对，所以其实是等于我离这个资源非常近，我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到隔壁的城市去，才能享用这个资源。对，所以他们在社区的这一块其实发展是比较完善的。老台湾发展高效，将检讨过程类别，日本当地还较从事早期前期的教育同丰富，老资源成人的早期制度，本需要帮助的人唔会无路可去。他哋以前讲到暗道，就做在地基的效率和关心，其中还较有一个带领以前的关键人物，打开了佢对日本的学习视野。那先问一下哦，就你第一拜看到逸轩的时间，还蛮该干过。他一个台湾留学生，你会想要做给他指导教授？最初にあったのが説明会。そうですね。はい，就是我最初跟老师见面的时候，是在一个学校的那个校内的入学考试说明会的时候遇到的。然后那时候老师对我的印象是看起来蛮安安静静的一个学生，可是同时又对就是儿童福利这一块非常的有热忱，然后那接下来又是以台湾过来的一个留学生，那因为我们系上没有台湾的留学生，所以他觉得或许是一个社会福利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所以就决定要收留我这样子。所以你也是碰到一个好教授。没错。那我想要问就是说，因为台湾、日本他们社会的结构其实是蛮相似的啦，但是就是台湾碰到问题的时候，好像都是社工人员直接去找医师或去找警察来从旁来协助。不过日本亚片好像是说你们所有人是整合起来来解决问题的。
日本の中では基本上，会要从日本从江户时代开始的一个文化开始讲起，因为它在日本从江户时代开始非常重视地缘关系，那再来就是血缘关系，就是家族。那因为很重视这两个关系，所以慢慢的发展成现在的社区工作的模式。哦，就是不要单打独斗，你配合各方面，其实更能够剖析他的问题的精辟。对，没错。我听你这样讲，你跟到一个非常好的教授，因为他不但就是有切入他日本的观点，其实他有根据事件的趋势去做解决问题的方法。你们两个有没有因为，譬如说他台湾的社服观念，或是跟你日本社服观念有一点不一样，有一点做像debate那样？喧嘩はしない没有吵过架。没有喧嘩はしないけども、私が彼女は台湾でね、ソーシャルワーカーとして。对，就像刚才讲的，我是我们老师的第一个台湾人的学生，所以关于台湾的社会福利这一块，反而我是老师，然后Sensei反而是学生的感觉，所以基本上关于台湾的社会福利的状况都是从我这边知道的，这有点责任重大的感觉。对，然后所以其实台湾跟日本的社会福利。其实不可能说哪里好哪里不好，而是就是互相学习，然后去做一个经验上的交流。虽然亚班和 T 班然后高速见面呢，不过我也可以感受到，就是跟你聊天的感觉其实是蛮放松的。那你教授，你平常是抱着哪一种心情跟心态去跟你的学生或是跟逸轩相处？その通りでね、学生であるという教師と学生ですけどね。那基本上因为老师的小孩就是也是大学生，然后也是硕班生的年纪，所以基本上他对待所有学生就好像对待自己的小朋友一样，对，所以就真的会把我们当做儿子跟女儿这样子看待。那又特别是留学生，一个人只身在海外，所以想当然也会在生活上有多一些关心。所以不管是课业上，还是比如说恋爱的时候，可能失恋啦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就是也会有一些，就是去跟他稍微怎么讲，就是恋爱。多多关心一下，多多关心这样子一下，所以他真的觉得我们就是像他的就是儿子女儿这样子一样。拜访过以前嘅日本阿爸，下來以前會帶人去認識京都，家家有朋友都同去拜訪佢哋，親好啲京都，慢慢去行了，到神社參拜祈福，咪係件容易日本嘅風俗之一。咁樣就聽聽以前，向下聽人京都慢慢都有嘅神社文化。逸轩，那唔係因為京都喺故都喺管嘅哦，咁就給好滿咧就看一座神社哎。確實，就是從剛剛一開始一路上應該都看到蠻多神社的。那其實因為京都的人啊，他們就是有很多事情需要祈求的時候，就會去神社拜神明。那比如說很多觀光客比較知道的，像我們要求良緣就會去清水寺，然後我們要拜學業就會去天滿宮。然後呢，還有一些蠻好玩的神社，就是比如說你腰痛啊、腳痛啊，就有那種專門治腰治腳痛的。治腰治腳痛，坤行長就後來怎麼會拜拜啊？那像那個這個安井金比羅宮，那個拜乜鬼東西？這個呢，其實它也是結良緣的，只是它很特別，是它會先幫你斷掉所有的惡緣，再幫你結良緣。哦，你腿板的時間要拜那個緣分的，可能是拜月老，沒錯。可是好像沒有聽過先斬緣。對啊，就很少啊，所以其實因為它很特別，所以朋友來找我玩的時候，我都會帶他們來這邊。按 TP 哦，好，有沒有一坤？走 OK。等一下。都唔對行唔錯哦，如果走錯，搞不好你惡緣沒根除，善良也不會來。沒錯。哦，按這講哎，哇啊，卡住了，等，要不，等一下。朋友來找我玩的時候，我都會帶他們來這邊。按 TP 哦，好，有沒有一坤？走 OK。等一下，忘了跟你說，進去之前，因為其實神社呢是神明居住的地方，那我們現在進去等於是要打擾他休息，所以必須要先跟他打個招呼，就只要普通的這樣子鞠個躬就可以了。就像這樣子鞠個躬。對，然後呢，在走路的時候，因為正中央的走道是神明的路，所以我們必須要走兩邊，不能夠走到正中間。以示尊重。沒錯。日本民間關拜東道的神明，在神道的世界度，所有的東西只有可能本人拜就變做神，包含東道的神明萬乃都係，才會有按多神奇的神社。故說日本又有800萬神靈之貴嘅名聲，雖然日本人常聽講，切家無宗教信仰，不過漢時
由個人到神沙祈福，結婚到交通，過成結行佛教宗理，一生人嘅生活方式，使要離唔開宗教。法唔是多講，天天廟公聽下來祈福。好嘞，压下台。那写好了。不過我想要問一下住持，到底那一來就看到咧，不過那還唔知也可以多得起乜嘅東西啊？これが就是这个石头啊，然后基本上下面虽然全部都是盖满了我们刚才所写的这个祈愿的符，但它其实本身是2块就是天然的石头合在一起的东西。2塊石頭哦。对，2块石头，然后中间就是打了这样子的一个洞，然后把它合起来。那基本上只是要把它象征成是一片绘马的形状。绘马，你就说本来我们写许愿版的那个绘马。没错，所以基本上它就是许愿版的形状，我们再把我们许愿的东西贴上去，这样子。然后所以就依照我们刚才许的愿，所以我们就可以切掉2元结2元。哦，所以我现在这一张就直接贴在上面去。不是，贴之前的话还有正确的参拜的方法。打没？そう、順番があるんですよ。是有顺序的。哦，那是怎么样的顺序？まずこちらが表側から。首先呢，就是从这边写了一个表这个字的这方向开始，从这边进去的话就会切2元。哦，你说从这边过来，然后这样钻过来这边，就表示你的2元切掉了。没错。哦，那可是你不是说还可以广结善缘吗？それは裏からです。不知道ですかね？要结2元的话，就要再从后面，然后再钻过来一次。哦。可以，它顺序上有差别吗？我不可以先结2元再除2元。そうですね。順番はまず悪いを切って、そして良い縁を結ぶ。那如果就是，所以它果然还是有顺序的。你要先把不好的缘分先切掉之后，才能够结到比较好的缘分。哦，真的，中午在杭州啊，如果走错，搞不好你2元没根除，善良也不会来。没错。哦，哥哥傻傻的吃空呢啊。哦，按谁讲哎？哇。啊，卡住了，等，要不，等一下，哦，过来嘞，哦，哎，想要愿望达成，某按过哦。这个洞其实真的非常小，你勾一些时间哦，你膝盖啊、腰全部都懂通。不过没关系，为了结2元，一切都很值得。哎，还会转一转，好来，走，出发。20檔年年嘅祈福牆，下殿大家祈求天公嘅心願。無論男女老嫩，無辜形象，一剎接定一剎，將個下下嘅沙龍，就會為到愛結下良緣。看見幾隻下都冇聽過嘅人潮，就對得啲一隻神沙有幾點險呢？今年嘅願望做得實現冇，那係唔啲。不過做得到京都來了，一隻夢想真見實現呢。沙來到3條大橋附近嘅阿川河壩順。感受一下暗夜嘅天使，難得嘅清涼時光。那你也铁的时间哦，躺掉火把笋条，真的觉得很凉爽。对啊，现在你看在河边走路很凉哦。而且你看哦，我现在看到这边，他们店家上面还有放一些草席，真的，一看就觉得说，哦，真的是夏天到了。你讲的没有错，因为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叫做纳凉床啊，这个有名字啊，它有名字的。我纳凉床蛮有意思，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夏天啊，就是京都的夏天其实真的还蛮闷热的。然后因为它跟台北一样是个盆地，对，然后所以其实，在5月到9月这段期间呢，就是会在河边，然后搭上像这样子你看到的纳凉床。为什么会限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因为这个时间就是比较闷热一点，那基本上把这些纳凉床啊，然后搭在那个河流的上面，感受到水汽，然后你就会觉得比较凉爽一点。然后在外面吃饭也有它另外一种情趣。哦，所以夏天的时候，你说5月到9月的时候，坐在这边，京都人会习惯在那边享受这种悠闲的感觉。就其实像我平常啊，就是心情郁闷的时候，也会来河边散散步之类的。那其实鸭川对于京都人来讲，也是他们生活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们平常除了像我一样散步，然后骑脚踏车，或是春天赏花的时候，也会来这边。哦，那其实我还蛮难得来到京都这边的。那我今天也想要去坐在草地上面体验一下你们京都人的生活步调。好啊，当然可以啊。哦，丑到鸦片哦，就是在干书的哦。京都你总会省发的哦。对啊，坐在那边真的很舒服。你给我死啊！在台湾，你们是一开始是就是在台湾长大嘛？然后念书，对啊，又走铁路，到25岁前，其实过的生活其实就像我们台湾人一般很按部就班的生活。没错。那你在那时候，你有想过说，你们人都逆本，还都按旧哎？
完全没有，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要来那么久，因为当时只觉得念完研究所就应该差不多了吧，也休息够了吧，这样子。错啊，你念完研究所，其实也告一个阶段，也有可以再选择的机会了。因为你用功又要继续再念博士。其实那个时候也很犹豫，到底该不该就是选博士这一条路。但是，怎么讲？想要做社会福利，想要推政策的话，以台湾的环境来讲，如果你不是走政治这条路，就是得当专家学者。所以最后觉得，如果想要推行政策的话，你可能还是得往专家学者这一块走，所以就念博士了。不过你之前有跟我讲到，就是你在腿完周条路的时间，你有感受到说好像比较无奈的，或是无力感啊，然后也有点危险，薪水又不高，那你为什么一定坚持要去朝社福这一块来研究嘞？因为我是做家暴中心出来的嘛，所以你碰到都是一些受暴的儿童或者是受暴的妇女，那就是确实是需要帮助的人。那我觉得会一直这么坚持的话，其实会想要让他们过上一般人正常的生活。其实这个愿望听起来是蛮渺小的，可是对他们来说，可能是真的比较难做到的一件事情。我觉得真的确实，你要让一个一直处在受暴环境的人，能够回到正常的、安全的生长环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对，跟你的周些经验底度啊，在那过程里面，你知道做社服方面最为难的地方在哪里呢？最为难的地方，应该说像我们做家暴中心的社工，当然高案量这些东西是每个单位都会有的。那主要是因为我们是比较算是政府公权力再去介入一些事情，所以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政治家，会有一些议员，然后以关说的方式来干扰我们的一些工作上的模式。那这算是我们蛮为难的地方。对，就是外力可能已经干预到你们的专业。因为基本上社会工作它是一个需要建立关系，然后需要信任，然后才能够去协助他人的一份工作。那现在其实台湾的社工人员他们的案量都很高，比如说你可能已经身上有30-40个旧案的时候，你每个月还要花时间，然后去处理一个月大概8案的新案左右。那又因为调查时间是有被规定的，你必须在4天以内就是完成一份报告，变成说我们必须要很紧急的去处理一些个案的时候，你在一个很压缩环境下，你去处理个案的服务的品质就不会太好。哇，那你们这样子的话，几乎把很多的时间跟心力都放在追踪你们的案件上面。没错，那不是跟家人相处时间变很少啊？真的很少，真的很少，因为每天上班下班，有时候你可能访案会安排在晚上的时候，那你可能早上9点到公司，回家下班已经8、9点以后了。哇，那回来又很累，休息一下又睡觉了。对啊，所以几乎没有什么相处的时间。我妈以前都说你把家里当旅馆这样。哦，那知道你就真挺懂工哎。跟一般人讲，人家请条路都是钱多事少离家近，你散风租某啊，都那些秀妈该东西啦。其实真的很常被人家这样子笑，但是其实我们做事的工作，其实真的只是希望想要看到我们服务的个案有那么一点点的进步就好了。对，不管是他们经济上稳定下来了，那不管是他们可能透过我们帮忙，他们找到了房子了，那或者是像受暴妇女，她脱离那些暴力的环境，然后成功的离婚，然后拿到小孩的监护权，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那甚至是看到可能小孩子跟父母亲改变他们的关系，那曾经打过小孩的这些爸妈，然后知道他们做错了，知道他们这样对待小孩是不对的，然后能够鼓起他们的勇气跟孩子道歉，然后去继续恢复他们的亲子关系。对，因为我们其实知道，没有小孩讨厌自己的爸妈，也没有爸妈讨厌自己的小孩，很多时候是一些压力、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他们不得不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对待小孩了，所以他们出手了。那这时候可能就是我们需要帮助他们的地方。其实啊，当你讲起来就发啊，那还一起发，真的很顽固啊。因为你做的事情哦，没错，都是为别人着想，为别人做，可是自己这么辛苦，这么忙，只是为了看别人能够过得很平凡的日子。不过讲真是的啦，其实顽固的意思就是有点大智若愚。我们一般人来看，好像觉得你花了这么多心力成就人家小小一点东西，可是实际上跟你没有关系。但其实我们认真去思考的话，你是真的是很有智慧的。
很有智慧嘛，这样有点太过夸奖我。唔会，真金懂力会啦，因为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其实是最难的事情。我想说在就是一线努力工作的社工，其实每个人想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啊，只是大家有苦在心里，就是其实也没办法说嘛，因为毕竟我们要说出来的东西就是个案的个人故事，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保密的，不是我们能够拿在嘴巴上面说，然后拿来博取同情，然后让大家重视到我们的工作的。所以其实说实在，要表达我们的难处真的很难。我觉得其实真的不是一线的社工努力就可以的事情啦，因为毕竟社福它是一个全民的，关系到全民的利益的事情。那如果只有社工在努力的话，上面的长官不支持，然后没有给我们资源，那甚至是一些相关的单位没有一起互相合作，那甚至是全民不了解社工到底在干嘛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很难动起来。如果希望就是全台湾的人，或者是能够让更多人了解社工在干嘛的话，我想我们会更如鱼得水啦，更能够帮到这些个案这样子。有你按你的想法，又来到日本这样子研读，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谢谢你。迄个学过一片体制的太神言动改，不过真正要做得做到，佢就无按快咧。面对东南贵宾的体制，看起来就无可能成功。不过以前，伊是对生命的坚定想法，又对社工反应的统摄，一步一步向着梦想行过去。伊老爱讲，迄个无实际去做，当真正的一世机会就无咧。迄讲也沙飞都一啲像安尼实际去做的讲诶，天下无负经营的上马。对立也受难，运用的行为讲，切个喺暴力者，喺几多咯？ Take it from me someday.